大家好啊！我見到南單個臨時封下貼，主要貨，大家看看做安檢到嘛？你開始檢健身，放膽水。前面其實係嘅觀音風鈴，叫大家看看嘅前面嘅觀音風，觀音風嘅書風，係嘅圖山呢係順風，嗰家嘅就金山呢係前風，呢邊內水做水都要噶，左邊青龍。站內偏裝產婦站，大家看看做安檢了冇？後面兩龍山，簡簡單單封咗過啦。做業務老莊嘅，大家看看做安檢了冇？前面書房，地下順風，右邊泡芙站，啱啲學校廬山重重，睇學校將軍門嘅時候，樹上歸茶小菜。幾邊泡芙餅㗎？前面呢係推茶進步憲報機場，大家分清楚。堂區內係做水都要，睇水就頂啦。分檔放水啊，放底水。大家我要去前面反的照在些新聞，大家看啊，佢做安檢到冇？這些使啦，大家看看。個海鮮呢，幾邊呢係有隻內眼嘅，那個牛鼻涕對冇？牛鼻涕嘅啦，左邊青龍，左邊青龍嘅牛鼻涕要內眼。那個人用鼻涕這樣要落眼，看清楚啊！來去前面反觀這些新聞，大家欣賞下。大家看清楚，樹上啊，呢個樹上是嘅，前面嘅堂哥啊，做水都要，兩邊犄角產婦顧其他，嗰件女士係話啲呢，依家就頂㗎。
唔該嘅，對住一啲老山重重，風睇俾大家看啦。大家反光一下，先俾大家看看啦。現在3點落啦，大家看清楚啦，大家看看做安檢了冇？開始起身啦。就話左邊青龍咗啦，左邊青龍呢，好人呢路係硬，有用唔知㗎呀。左邊路係硬，右邊嘅路係硬呢，車佢呀，路係硬，也係線啦。上個來龍嘅洗蛇，風沙洗蛇。左邊嘅洗蛇，左邊真海片來古在㗎，青龍嘅啊，佢只腳夜車到堂曲，360度照俾大家欣賞下，大家都冇笑喎，幾種先呢 ，hello， 藝術片嘅藝高咧，大家就冇笑嘅。請大家欣賞啊！感謝大家觀看啦，要咪先落評論區評論嚟咧。感謝大家觀看，謝謝啊！